你能不能成为力量高手，看这个信号强不强烈就知道了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喜欢杠铃训练，心里的训练欲望压都压不住，那么恭喜你，这不是错觉，这是老天爷给你的入场券。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犹豫，因为一转身就是一辈子。找到你打心里热爱的运动，并且把所有的精力都专注在这件事上，实属不易。有梦就去追，正能量的东西值得全力以赴的去拼一把。专注就是此刻你最强的武器，但光有兴趣还不够，想真正的提高，这三大铁律必须铭记在心。一、顺势而为，掌握自己的训练规律，无论每周是6练、5练还是4练，把它固定下来并形成规律。在上午或者是下午也是一样，把时间固定下来。没有规律的训练，就像发育期的孩子面临没有保障的睡眠与饮食一样，朝不保夕，很难茁壮成长。其次，要看懂力量训练的核心思想，搞清力量举杠杆力的底层逻辑，拒绝花活。记住，花活来得越早，越影响肌肉的正常发育。掌握睡眠与饮食规律，吃和